今日同大家推介一條長江三峽10日行程，睇盡武漢神農架、長江三峽嘅秋天絕美風光。中意遊山玩水嘅朋友仔就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我哋第一日就喺香港搭高鐵，直接去到武漢。去到武漢之後，我哋會去參觀國家5A 景區黃鶴樓，呢個就係天下3大名樓之首。跟住夜晚仲會去漢口江灘，欣賞長江兩岸好璀璨嘅夜景。第二日我哋就去到夢裏水鄉水上紅杉林，呢度係千畝嘅水上森林，秋天嘅紅杉變成紅色，非常靚。我哋包埋遊船同電瓶車，唔使行太多路，坐船漫遊杉林，感受秋天嘅童話森林風景。之後我哋會去荊州古城遊覽古城牆，景區車都包埋，跟住落腳宜昌市。第3日就係重頭戲三峽大壩，朝早喺宜昌碼頭登船，坐船遊覽三峽。我哋會參觀世界最大水利樞紐三峽大壩，睇葛洲壩船集星船，體驗水漲船高嘅奇妙景象。船會行經西陵峽，呢段係長江三峽入面最長最險峻嘅峽谷，兩岸風光宏偉壯麗。上岸之後，我哋去潭子嶺，包埋觀光車，登高望遠，飽覽三峽大壩嘅全景，跟住就往興山入住酒店休息。第4日食完早餐，我哋去神農架，呢度被稱為華中屋脊，係傳說神農炎帝採藥嘅地方。我哋會去神農祭壇，祭祀華夏始祖炎帝，再去關門山睇珍貴嘅動植物，仲上到神農頂華中第一峰。秋天嘅神農架滿山秋葉，紅黃紫色彩斑斕，好似水墨畫咁。之後遊覽平千古鎮，夜晚住喺當地酒店。第5日我哋到大九湖濕地公園，景區環保車已經包好晒。呢個人間仙境有9個湖泊，群山環抱，湖水同埋山林秋色互相映襯。跟住去天燕景區睇漫山遍野嘅紅葉，感受濃濃秋意。第6日朝早出發，去到天新橋睇飛流瀑布同天然石橋，行下石壁棧道。之後大約2個半鐘車程，去到神女天路景區。景區交通索道都包埋，呢條路係喺懸崖峭壁上面，行上去好似喺天上行走，雲霧繚繞，風景好壯觀。第7日我哋由巫山碼頭出發，搭小船遊巫山小三峽、小三峽，成個峽谷有60公里，兩岸山勢陡峭，奇峰林立。古詩講嘅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，講嘅就係呢度有中華奇觀、天下絕景嘅美譽。之後入住奉節。第8日就去三峽最雄偉嘅瞿塘峽同白帝城景區，睇瞿門天下第一雄關，仲會登上瞿門觀景台，10元人民幣背面嘅圖案就係呢個景。跟住再遊船暢遊瞿塘峽，呢段係三峽最短、最險要、江面最窄嘅地方，氣勢磅礴。之後我哋去到張飛廟，跟住住雲陽。第9日車程大約2個半鐘，就到豐都鬼城景區，呢個係國家4A 級嘅鬼斧神工景點，入面有鬼門關、18層地獄呢啲景點，體驗當地關於生死嘅傳統文化。仲有好似動漫《千與千尋》入面嘅湯屋洪崖洞、吊腳樓，充滿巴渝特色。夜晚就住重慶市區。去到第10日，食完早餐，我哋就喺重慶西站搭高鐵，直接返香港西九龍高鐵站，結束10日嘅精彩旅程。呢條行程全程純玩，無自費、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嘅旅程。